我個女2011年9月咧就被綁架咗。9月25號咧，我已經確定我個女係被綁架㗎啦。我發電郵啦，俾所有澳洲嘅國會議員同埋澳洲政府好多唔同嘅部門啦、警察啦等等。以下咧就係澳洲政府各個部門同埋一啲唔係各個部門啦，有回信俾我嘅部門啦。以下係澳洲政府回俾我嘅信，佢哋回信嘅內容咧，一係就係完全避而不談我個女被綁架嘅事，有一啲甚至咧仲叫我去揾心理輔導，當正我係有精神病咁樣。我冇幾耐之前啦，應該係舊年啦，揾澳洲嘅香港駐呢個澳洲駐香港嘅領事館，佢竟然叫我自己去揾律師。呢一條片呢，就係我2011年9月尾，我肯定確定咗我個女係被綁架同埋被操控之後呢，我要求澳洲政府去救我個女。我係發電郵俾澳洲呢個國會所有嘅議員同埋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，絕大部分咧都係冇回覆嘅。咁呢一啲咧係有回覆嘅信同埋電郵啦。咁另外有一個叫 Tanya 嘅人咧，佢有回覆，不過原來佢向我攞咗料之後咧，佢係用我嘅資料去勒索呢個當時嘅澳洲總理 Kelvin Rudd 去升職嘅。咁另外咧就係我發覺咧，我有一個 folder 係要嚟擺所有呢啲信同埋電郵嘅硬件嘅嗰啲嘅 hard copies， 咁就係俾人偷咗嘅嗰啲。擺澳洲政府回覆嘅電郵同埋信嗰幾頁咧，嗰啲紙咧，嗰啲 document 文件係全部俾人偷晒嘅。其實喺過去咁多年啦，嗰啲保險公司綁架我個女嘅人，佢哋係隨時入到我嘅屋嘅。有一啲資料咧係要補充嘅，呢啲澳洲政府嘅回覆咧，一係就係避免提到 Sarah 被綁架呢樣嘢，一係咧就係話係刑事案，所以澳洲政府幫唔到我，一係咧就當我係有精神病嘅，叫我去睇醫生或者係尋求心理輔導。呢一個澳洲駐香港嘅領事館咧，仲話可以幫我手去揾醫生同埋揾心理輔導嘅人添。Sarah 被綁架同埋操控咧已經超過3年啦，佢仍然喺綁架者手上。根據一啲知情人士暗中俾我嘅消息咧， Sarah 呢3年裏邊咧一直係被佢哋性虐待嘅，佢係做好多人嘅性奴隸，佢係為其中唔係為啦嚇，佢有一個綁架者咧，令到佢生咗一個仔啦。咁而家 Sarah 咧亦都係懷孕，即將生第2個細路。咁第2個細路嘅爸爸係邊個咧？佢唔知道，因為佢係一路俾唔同嘅人不斷咁樣輪奸佢。呢3年一直係咁樣。呢啲係我得到嘅可靠消息。